度卖予咱的战车 M1A2T 第一批38台，总算运到台湾。这是陆军让30年再度来接装到全新的战车。伫板仔车顶看乌背，就是咱国陆军所买的 M1A2T 的战车，总算出现伫台湾。头一批9岁38台，陆军呢真低调，趁半暝时运送。头到尾拢交通管制，要前往新竹湖口总训部。陆军经过30天，佮接种新战车，有陆战王者之称的 M1A2T， 名当中的 T 表示台湾，是咱专案去定做的。有120 mini 的战车炮，甲全新的战场机关系统，用的是复合式装甲，抗穿甲能力提升到850 mini。会当应付强军战车的火力，是陆上的作战重要的武器。就跟在俄乌战场一样，即使无人机就是产生了重大效益可是两方的战车还是担任攻坚的主要角色。虽然新战车的战力真强大，淹过伫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场中，俄罗斯的战车不时和乌克兰无人机弹掉，即嘛使得战车无用论的声音又搁出现。机枪结合这个拦截的能力也就是短程的雷达毕竟现在战车已经有这种主动防御系统，可以拦截高速飞行来袭的这个反战车飞弹。装备随着战场形态持续进化，专属国军的 M1A2T 战车，未来将会全部部署伫北部地区，负责保护中央政府。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